律上称之为婚姻成立，是确定配偶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。配偶？总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就是拥有合法权益的夫妻。夫妻？夫妻俗称两口子。喂，你在哪？看微博了吗？没啊，怎么了？陆清武宣布退圈了。见面说，我先挂了。姜老师，那个我有点事要处理，我先走了啊。我处理完会尽快回来的。走了。青年，你知道你还可以依靠我吗？我知道，你很护短的，所以你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快看，快看！